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 Dr. Bob 啊！好多人會覺得咧，糖尿病呢個疾病咧就影響到你嘅血糖啦。其實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糖尿病係無聲無息地咧影響緊你個心臟，咁亦都會有好多嘅心血管嘅疾病咧，都係同糖尿病好有關係，真係防不勝防㗎。即係如果一唔覺意咧，即係都會有好大嘅影響。今集咧請嚟一位嘅醫生同我哋講下呢個糖心風暴啊！咁要喺度提醒大家嘅，控制好血糖咧就係控制好你個心臟嘅健康。記住啦，千祈唔好俾糖尿病帶走你心臟健康啊！我哋一齊睇睇全新醫療健康資訊頻道 Dr. Bob。Doctor 梗係唔係講緊我啦，每一集都會有我阿 Bob 去邀請唔同嘅醫生朋友，去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健康啦、醫療啦嘅資訊俾大家㗎。關注我哋呢個頻道，一定要 CLSS 啊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張醫生，我想問下，其實心臟病同埋呢個糖尿病，大家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嘅咧？關係非常密切嘅嚇，咁我哋發現咧，糖尿病嘅病人咧有75%嘅機會較高係死於心臟病嘅，當中包括中風啦嚇，同埋心臟病嘅。亦都發現咧，糖尿病嘅病人咧，佢嗰個病發率比冇糖尿病病人咧係高出2至4倍嘅。哇！嚇，咁啊當中咧就女士有多啲嘅喎嚇，咁啊女士又多出2至5倍。唔知點解係咪？嚇都唔知㗎，係啊！我哋發現咧就係嗰個未停經之前係少過男性嘅，停咗經之後咧就多過男性嘅嚇。咁有個女性荷爾蒙嘅保護啦。咁啊男士就1至3倍。咁亦都發現咧60至70%嘅糖尿病病人咧嚇有呢個血脂嘅異常嘅。咁喺高血糖嘅環境之下咧，我哋發現咧糖尿病嘅病人嗰個氧化嘅膽固醇咧係更加細、更加密，我哋叫 small dense 啦。咁更加容易穿入嗰個血管壁，造成嗰個血管糊張嚇，引致阻塞同埋個閉塞嘅。再者咧就係個糖尿病病人好多時都有血壓高啊、肥胖啊啲代謝因素咧嚇，咁啊多重風險夾擊咧，咁啊進一步推高嗰個中風啊、心臟病啊同埋心衰竭嘅風險。張醫生啊，好多人咧即係以為控制好飲食咧就可以控制呢個膽固醇啦，但係其實又好似唔係咁簡單，因為膽固醇都會有好壞之分噶嘛，唔係正單由飲食就可以製造或者創造到呢啲嘅膽固醇出嚟嘅，係咪咧？係，冇錯嘅。嚇，咁我哋壞嘅膽固醇咧，就其實就係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嚇，英文叫 LDLC 啦。過多嘅壞膽固醇咧，佢就會積聚喺個血管壁造成糊張嚇，跟住就閉塞。而好嘅膽固醇咧，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嘅，咁佢係負責咧喺個血液嘅將啲壞嘅膽固醇咧搬翻落去個肝臟嚇，從而分解排出體外嘅。咁一般嚟講，我哋膽固醇咧其實咧就7成係自己做出嚟嘅，得3成係從外入嘅啫。糖尿病咧更加因為佢有胰島素抗性啊，佢個製造仲會多啲嘅。咁啊食物裡面最主要就係肉類啦嚇，咁啊海鮮啦或者係全脂嘅奶類啦。咁所以一般我哋建議咧就盡量減少進食嗰啲內臟啊嚇同埋全脂嘅製品嚇。咁除此之外咧都未完嘅喎嚇，咁淨係計膽固醇嘅食物都未夠嘅嚇。我哋都要留意咧佢個反式脂肪同埋飽和脂肪。飽和脂肪就係動物嘅脂肪啦嚇，咁啊包括係啲火腩啊、燒肉啊、五花腩啊、A5牛啊，聽見都想食咧。好流口水。反式脂肪咧就係牛油啊、煎嘅嘢、炸嘅嘢、焗嘅嘢。焗嘅嘢包括咧啲曲奇餅啊、蛋糕啊同埋酥皮嘅嘢嘅。咁所以一般我哋建議咧進食嗰陣時咧，我哋就要揀啲蔬菜啊、全穀啊、水果，減低膽固醇嘅吸收。話雖如此，我哋發現咧，就算我哋用地中海嘅餐單咁當中咧就用晒所有植物嘅蛋白代替動物嘅蛋白，用極少嘅油咁嘅餐單咧都係降到5至10%啫。咁少嘅咋？係啊，所以其實進食嗰度都唔算係最嚴重嗰個影響，當然即係可以改善咗嘅，梗係好啲啦，係咪？係冇錯嚇。咁最大問題就係好多人以為逢親醫生話開藥咧，佢就會醒起3個月前我食咗嚿燒肉啊，我戒埋嚿燒肉我就合格㗎啦嚇。咁呢個諗法係錯嘅。張醫生啊，就算一個人冇糖尿病啦，亦都冇肥胖問題啦，年紀都唔算係好大啦，都有機會膽固醇超標㗎噃，係咪？
係啊，冇錯啊，根據2020年至到2022年嘅第3期嘅全港健康普查咧，發現咧就有51.9% 嘅病人咧係有呢個血脂異常嘅，比起血壓高同埋糖尿病係更加高嘅，唔係年紀大，唔係肥胖，我哋都係有機會有個膽固醇嗰個問題嘅。咁特別係如果有家族史出現過心臟病啊，更加要留意啦，要定期檢查啦。美國心臟協會建議咧，就係喺20歲就已經開始去檢查。好啦，張醫生，我諗好多朋友仔都想知道，即係對於一啲高風險少少嘅人士，即係譬如頭先講到有啲咩糖尿病啊，或者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士啊，肥胖少少嗰啲人士，到底嗰個壞膽固醇嘅指標係要去到即係降到幾多先至叫做靚仔啲咁樣咧？根據最新鮮嘅啦，2026年嘅指引啦，美國心臟協會嘅指引咧，指標係因人而異嘅，咁係要根據呢個10年嘅 Prevent ASCVD 嘅風險去計算出嚟嘅。總括而言咧，個核心就係越低越好。我知道係嘅。點樣呢個數字係大幾多度咧？嗱，正常健康嘅成年人咧就係2.6，咁呢一個可以係經過嘅生活習慣去改善嘅。咁但係糖尿病就唔同啦。糖尿病咧，因為佢本身個風險咧已經等同咧患咗心臟病嘅，積極去控制個膽固醇咧係可以令到個病發率係降低嘅。所以要再低啲，再低啲係啦。咁咧就都分第一級嘅預防啦，亦都有第二級嘅預防嘅。第一級嘅預防咧就係冇心臟病嘅，第二級預防咧就已經有心臟病嘅。咁第一級嘅預防我哋分開2個年齡層嘅，咁40至75歲啦，咁因為佢嘅風險已經同患有心臟病嘅相等，所以咧就一開波就已經係要去到2.6噶啦，仲要加埋嗰個他汀類，中度強度他汀類。如果佢嘅10年風險用 Prevent 嘅 ASCVD 去計算，大過10%，我哋要將佢降到去1.8。而壞膽固醇咧下降要去到50%。假設佢有多重嘅風險嘅，一樣要去到1.8，要降50%。至於第二個年齡層咧，就係20至39歲啦。以前係冇嘅，咁因為而家發現咧就係話我哋嗰個糖尿病越嚟越年輕化，咁美國心臟協會咧亦都覺得咧越早介入咧係越有效嘅，咁所以咧就多咗呢個組別。即係一般嚟講咧就要去到2.6，咁亦都建議咧如果佢係有其他心臟嘅問題就增加風險因素啦，我哋叫做譬如佢長過10年嘅糖尿病啦，有小便蛋白尿啦，腎指數差啦，咁咧有糖尿上眼啦、神經線病變啦，呢啲都要用中度嘅他汀類去治療嘅。假設佢30歲，點解30歲咧？因為嗰個 Prevent ASCVD 咧呢個 N 展咧最低係去到30歲嘅啫，佢冇20歲嘅。咁大過3%，咁就要用中度強度他汀類。咁至於第2級預防咧，即係話已經有心臟病啦，咁進一步我哋推低到1.4嘅，建議用強度嘅他汀類。頭先張醫生你講到咧，即係唔同嘅情況都會出現有個可能有機會要用他汀類嘅藥物啦。咁係咪唔同嘅強度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嘅咧？係嘅，咁咧美國心臟協會咧就將佢個治療效果咧就分咗高度、中度同埋低效率嘅低度高度嘅他汀類咧，我哋一般可以降到50% 嘅壞膽固醇，中等嘅強度咧就可以降到30至49%，低強度咧就可以去到30%。要達到頭先你所講呢個目標水平啦，講緊呢個靚仔啲嘅壞膽固醇，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平時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咧？嗱，就從生活方式啦，生活方式就離不開就係戒口啊、烹調啊、運動啊同埋體重嘅控制嘅。咁食物方面咧，我哋建議係食啲全穀類啦、蔬果啦呢啲都會減低嗰個膽固醇嘅吸收嘅。咁有冇啲食物係可以幫到我哋降低壞膽固醇啊？有嘅，多元不飽和脂肪同埋單元不飽和脂肪，包括係三文魚啊、吞拿魚啊、奇亞籽啊、亞麻籽啊、牛油果啊、橄欖油啊，烹調方法都要注意嘅
譬如我哋用蒸啊、灼啊呢啲咧少油嘅煮食方法咧，我哋都可以降低個壞膽固醇水平嘅。喺運動嗰方面咧，我哋建議咧就一個禮拜起碼5次，每次30分鐘。中度強度嘅運動嚇，咩叫中度強度咧？就係做到係講唔到嘢嘅嚇，喘氣嘅嚇，咁咧就唔係出汗啊，因為好多時啲人就以為出汗就已經夠，唔夠嘅。咁啊，如果科學啲咧，我哋係用佢年齡去計嘅，用個脈搏去計嘅嚇，用220減翻你個年齡嚇，再乘翻嗰個0.8嚇，嗰個就叫 target heart rate， 維持嗰個 target heart rate 咧嚇，即係個脈搏個速度咧嚇，嗰個就叫中度強度啦。咁而體重方面咧都非常重要嘅。我哋發現越肥嘅病人咧嚇，佢嗰個胰島素抗性越高，佢做嘅膽固醇亦都越多嘅嚇。咁我哋建議咧個體重指標咧維持喺18.5至到22.9嚇。個體重指標咧係用個體重5kg啦，除翻身高meter square，即係嗰個 BMI。BMI 冇錯。張醫生，如果有一個病人，頭先你講嗰啲嘢做晒啦，你要食嘅食晒啦，唔食嗰啲嘢都唔食晒啦，做晒運動啦，都係壞膽固醇水平唔係好靚仔喎，可能要食藥啦，係咪咧？對於高風險啊，即係中風險嘅病人咧，好多時都係需要食藥嘅。如果平常一個正常人淨係膽固醇高，冇其他風險，佢嘅指標2.6嚇，戒口做運動係可以達標嘅嚇。但係高風險啊、中風險嗰啲咧，我哋個膽固醇指標去到1.8甚至乎1.4咧，單靠嘅戒口做運動係唔得嘅。咁美國心臟協會都指出啦嚇，咁我哋戒口做運動係可以降到10至到15%，呢個係重要，但係效果有限嘅嚇。咁所以我哋就要諗下用藥啦。而我哋通常用藥咧，第一線嘅藥物就係他汀類啦。他汀類點解第一線咧？因為佢有多元化效果嚇，pleiotropic effect。佢除咗降到膽固醇之外咧，佢亦都穩定壺漿嚇，抗氧化、抗發炎。仲有保護血管嘅內壁嘅作用嘅。藥物始終都有副作用啦嚇。一般嚟講咧最常見嘅他汀類嘅副作用就係肌肉痛，咁但係都唔使驚嚇。醫生通常咧就會幫佢減藥啦嚇，或者轉藥啦嚇，係冇永久嘅破壞嘅嚇。咁啊，假設如果病人係食咗他汀類最高分量嚇、最高強度都唔達標，我哋可以配合非他汀類嘅治療嘅。對於一啲嘅急性心臟病嘅病人咧嚇，盡快降到最極低嚇，咁係好有用嘅，特別係減少第二次發生嘅心臟病。總括嚟講啦嚇，咁我哋戒口做運動好多時都係唔能夠達標嘅，而個指標因人而異。而個副作用亦都可以避免，亦都可以逆轉嚇。咁如果你係有膽固醇嘅問題，快啲同醫生商討一個合適嘅方案嚇，記得食藥同埋定時覆診啦。明白晒，多謝你啊，張醫生。嗱，咁多位觀眾 Dr. Bob 提一提你啦，糖尿病同埋心臟病咧關係密切，糖尿病人記得要好好控制你嘅血糖，好好保護你嘅心臟。冇錯啦，如果有藥物嘅問題，就係記得揾翻你嘅主診醫生啊。多謝晒你，張醫生。Thank you.